慢慢的，水放太多。哦，难怪你这边的比较不一样，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好香哦，是葱花对不对？炒虾米，虾米也不太一样了，榨菜。哇，这碗咸豆浆细细绵绵又滑嫩，100分的口感，加上浓郁又丰富的味道，吃上一口绝对会爱上它。配合上这种油条，哦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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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脆，好脆。这个油条还不错，这别做了，先把油条炸好，把它冷烫，再用油再炸过一次，它就会这样脆。哦，如果不热的话，你放进去都是软软的、包包的。用2大手对对，炸了放冷再炸。对。哦，所以真的，一小细节真的很重要哦，每一个成员都非常的重要，难怪。我看你这边啊，人哦排这么多，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尤其我看到有一些是观光客，对不对？对，日本人很多。哦。是的，徐贝贝这里的早餐不但连外国人都爱吃，更因为对于行政区、政府官员啦、立法委员啦，不分蓝绿都来捧场了。这边的这个贴炉烧饼啊，早餐哦，可以算是国家级的早餐。如果这些政府官员哦没有吃到好吃的早餐哦，一整天哦就没有力气，我不能讲吵架，没有力气问政、咨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般数的就2个多分上课。哇，200、300份，记得如果想要来品尝一下这边的贴炉烧饼，还有呢。哦，这是完美的咸豆浆的话，记得呢早上早一点起来，不要睡过中午了。好，来看看徐北北80岁的老人家，非常的和蔼可亲。没错，这里美味又充满人情味的魅力，您一定要亲自来感受一番哦。讲到西式早餐呢，我相信大家也会想到吐司呀、蛋呀、火腿呀、香肠呀、洋芋呀、马铃薯啊。也是呢，这可是爱丽丝在台北市最喜欢的餐厅之一。早餐啊，好有味。过来拍呀，好吗？这间呢，如此大的推荐餐厅啊，据说可是许多台大、师大学生的最爱耶。因为啊，在这儿一整天都能吃得到美味早餐哦。一踏入店内，立刻就感受到难得悠闲的氛围。随意家居的装潢摆设，让即使是睡到日上三竿的客人啊，随时能来此地轻松的享受一顿吃来早餐。而店家也随着台北人的形态，许多夜猫族常客的要求，特别在周末推出了日菜单上没有的早午套餐 Brunch Special。每周菜色皆不同的 Brunch Special， 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分量超值，营养满分。目的就是希望让辛苦加班工作或者是通宵彻夜狂欢的人们，能够借着如此丰盛的美味早午餐，继续度恢复，也是满满满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蛋卷里面包的什么。其实蛋卷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名称，而且会让你想到呢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这个蛋卷就叫做祖母的招牌蛋卷，你看它里面包着啊，火腿、洋葱、蘑菇。